即摆有台大家好，我是刘慧珍，慧珍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气来咧，今日啊办理嘅好食生产线吼，带大家看下来认识当季好食，来了解到菜题嘅特色哦。讲到了解食材哦，拿来卤是的不用久吼，韩国呢唔会大松皮哦。唔过啊，讲无相关嘅食材都会有佢特别嘅一个处理方法，咪袂只讲各体嘅做法无相用，咪有无相关嘅风味。讲本乡人对生活当中慢慢来，讲累积起来嘅智慧，传落来嘅一条好姊妹啊！种类有样是讲啊，是讲唔会笑呢。有得朋友就讲啊，个上嘅时节就要本件台湾一个后来，到底有呢条嘅项目呢？今日我嚟同大家好好嚟讲下咯，先来欢迎今日嘅来宾嗬，玉健嗬。大家好，我是林玉健，我是带到台中东市，今日当翻译来了解大家分享，东市有名的个卤腌制类的东西。好，讲到啊，呢条卤咸淡的东西啊，可能啊，各界蔬菜啊，做下有个七家嘅一个，想讲特色啦，像讲你那讲去到海巡啊，海巡咧，每间咧可能都有个海产类嘢，会拿来卤嗬，有的会晒鱼干啊嘛介嗬，今边呢嚟到恁一个节目现场嘅嗬，社会前嘅故乡嗬，东市东市嘅卤咸淡嘅特色，讲真件咧，说起来嗬，特别嘅蔬菜系同哪位？东市两个口味较偏向较咸，唔免较无用甜的东西，安尼太细都总下就俩个生产乜个东西，恁都用乜个东西来卤。讲热天的时都会卤姜嘛，像个黄瓜较多的时，嘛是得卤黄瓜，还是讲做腌之类的。俩热天前差嘛，热天笋较多的时，笋多的时节，都拿笋来晒干、笋干，笋干晒干，切的是来切笋丝，切个酸笋丝，差不多10日就是得食嘞。酸笋丝吃起来会酸会脆脆嘛？会。我洗切啊！你有试过啦？有试过。个细木皮，俺都拿来做菜，晒鼻干来，都变个笋干。到过年时，个较简易，俺讲东西较简易。太时伊天无，过年伊天落是笋干。系，你讲笋干同了个配汤咩？配汤。我了个笋干底部度，想办法要加到你讲嘅汤干。汤干。嘿，汤干咪系东西了会讲有嘅特色。你一开始都它渐渐都是较寒的，都开始忽然间都会种台菜，台菜差不多较冬下、较炎下的时呢，开始都会卤咸菜。卤咸菜卤了呢，都是来晒汤干、菜干。讲到这个汤干同那个咸菜都无乜嘅相关咯，一种嘅那个台菜是的，卤那个咸菜，咪是的拿来卤汤干。汤干来讲。当场係同個鹹菜嘅做法係冇乜相關嘅。鹹菜的話，佢係較新，佢沒有冇經過日曬，佢日曬時嘅冇相關。日曬可能唔是幾久，有啲兩日，佢要早熟咧，都是咧佢滷鹹菜乾，菜乾嚟咧，鹹菜啊，都係講國語講酸菜啊咧，嗱講洗較早豆，都會變鹹菜乾。係你講湯乾，好，俺講到了即係講東西兩味來講啊，呢個台菜是做湯乾，咪是嚟做呢個，俺講到鹹菜啊，吼，你做法上班下最近就到素粽冇相關，你討其他嘅蔬菜吼，相關係台菜哦，唔過佢嘅做嘅東西哦，就冇聽出係安尼吼，但係講到呢東西嘅兩味啊，吼，說起來呢個內時節有乜嘅用嘅東西哦，咱就來做乜嘅用嘅東西，再過來東西兩味當然講果子一定多，像潤波兩片啊，加梅龍瓜一定多，咁樣呢就用梅龍瓜來滷了個鹹淡，來滷了個醬菜了豆，東西兩片咪有用了個果子，果子一定出名嘅吼，果子之鄉是得用果子來做乜嘅嘛？東西來講，對泰里新山嘅個產量算講全身係青島嘅，係青島嘅，青出名嘅吼，品質嘛係真好。我講有得個梨賣相，唔係講真好，俺都是來做梨乾。
所以还是有同了解，讲你下出嘅吼，你季节嘅东西吼，正经嘅我就拿来做下加工哦，即讲看起来虽然冇好，可唔讲晒干过后，一支洗起来嘅水水，含个冻贴片啦吼，即讲到了解有出产果子嘅蔬菜，其实你咪咪拿了解果子来煮了解咸淡吼，讲到了味吼。都想我来问下吼，你按东西了味嘅，讲到特色可能就那味了味底下嘅时间就物介，韩国有果子物介，咪拿来做一个运用。唔过呢，你讲你阿介爱发挥按客家食材嘅文化来讲啦，吼，你讲同人推广客家嘅文化，当多嘅人今日可能會想講，我會對竹衫褲開始來做。有啲人呢，有啲可能會對唔講唱山歌，後來推廣山歌係講客家嘅語言嚟到。我都想講啊，嗬，一個食材文化就一個部分，有啲人就講嚟開餐廳啊，來料理客家菜啊，安尼係清好嘅，做客家菜獻酒獻心嘅嗬。有種咪想講嗬，我來做了啲鹹淡嘅東西咧。本身受媽媽影響嘛真大啦吼，因為我媽媽都係當我煮了鹹淡，包括我阿媽嘛共款，就係媽媽同阿媽做下阿姑咧就做下東北魯鹹淡，哇！呢個時間就係你講從細到大啊，你個耳聽目髓啊，同安尼嘅環境，地擺度就開始來學咧。錯，嘅下細細嘅下人講，細年咯，我哋啦都幾好食。你下頭選項去聽書嘅時節，是在食到東西，是在好食嘅吼。一個可能聽書兩樣，一下要做去教咧。所以唔嘅下細細嘅時節，係討選項要安尼嘅環境本來學，要認真去學咧，係冇？細漢時都會感覺你係要上下了啊，但是有時媽媽都係唔做咧，切順時啊，係講。去種鹹菜啊，無多曬鹹菜啊。小時候細漢時冇感覺講真好教啦，係啊。但是細漢嘅時節仲係想我去教，去了係錯。想去教嘅時節係唔做事，嘅都冇想去做。錯，這都個較太好咧。啲味道其實我媽媽做嘅實在是真傳統嘅，味道啦，muy水啊咧吼。然後慢慢。你已經接觸了哈，你就會覺得你都會感覺講了傳統的東西，這個真的都真正講真講講無特別的。有樣呢，你還慢慢特別東多。對，那個恩師的把它就是更加標準化，標準化，然後恩師的把自己做成產品，恩師的分享給大家，你嘛係真好的事情啦。係啊，我媽媽當反而講，恩師的傳承啲手藝落來安尼，係啊，就冇講好啲客家東西客家，其實東西客家歡迎家園經營動物做啲，係做啲滷鹹淡嘅東西。哇，你真見哦，從細啊，吼，都安尼嘅一個環境哦，都聽得媽媽啦，還個阿媽啦、阿姑咧都吼，係就開始有安尼嘅一個環境，都慢慢建好咧。唔講你都每下，你看喏，肉件就想講，你下客人嘅了解，你講食材嘅一個文化來講，慢慢就建特別咧。你下就當到嘅，你平時食得到嘅料理可能啊吼，大家還記得。那講像人滷鹹淡嘅哦，那較複雜嘅時節，嘅哦，真件是。嘅模來做吼，佢全行看，真正種看得曉吼，嘅也是食材唔相信，我自家來做，將嘅下開始自家做嘅下吼，會知道講嘅口味啊，也係講乜嘅要按照做陣嚟去冇？要，你同大家分享下講下。這樣開始吼，真困難係講，因為唔見嘅經驗，落去配嘅經驗吼，基本講，你鹽一克。係講一隻，嚇係講一桶匙，一桶匙係大桶匙係細桶匙，一係黏桶嘅桶匙，一係大桶匙，一係個行較大嘅，冇少，咪要大啊咪要細，錯㗎。反而是都加較太雜的哦，其實你量化嘅過程係較辛苦嘅。哦，所以按用順序慢慢，按用順序即係解。講鹽類係乜嘅東西嘅量，而去質嘅時間，其實都係跟老人家嘅經驗，把它做成講較標準嘅，標準化，量化嘅過強啊！吼，我感覺你係
嘛真心实啦，嘛真多困难，真困难的地方脱了。因为家开始要做嘅下，可能安尼路啦吼，一下可能冇生意太咸，吼，一下冇生意可能会太淡，每水又冇辣吼。安尼讲到话吼，因为有当多嘅朋友讲，安尼传统嘅，吼传统嘅那个，安尼客家嘅咸淡来讲，生意来啦吼，有人讲嘛个，要太过咸。从你下来讲，既然有来做一个量化嘅一个调整嘅吼，安尼有特别同那个咸土啊，有来做下调整。有，也切对，你爱认识唔要讲真咸，所以你咸土的部分已经比以前来讲已经降低当多咧。但是有一个困难点来讲，其实盐以前你冇不用按咸，唔免冇原因，因为其实盐都会天然的防腐剂。你讲你很多食安的问题都会因为讲，在这个过程。构想当中，就是少掉这个天然的防腐剂所以就也都会添加了很多模糊的东西所以呢，应讲大概咸嘅部分虽然讲要调整下啦，虽然调整，但是冇可能讲调整到进行完全讲进行符合你安尼讲是动态。你讲如咸淡，讲这个腌制类的东西，冇嘛有可能讲都。做到完全讲冇那个盐啦，吼，不过呢，学习嘅下吼，你看讲到那条咸淡，其实同安尼料理当中算起来就係講甘味嘛，冇聽咗講係做下講係拿來吼變做一出菜啦，所以講係滷鹹淡同那個料理福地部都係有一個專門嘅那個課吼，就會來上嘅啦吼，那個學問當前咧吼，還有呢條嘅那個內容我同大家講，先來了下，家下進到呢節目當中，將個技術嘅同玉鍵來打咗一個。